事為核心，有中華節舞之稱嘅英歌舞。有你喺度。係啊，係啊。源自潮州嘅傳統嘅一種舞蹈，佢哋就唔係好興舞龍舞獅嘅，佢哋有咩喜慶啊，佢哋就會通常去表演英歌啊咁樣咯。最主要就係鼓攞茶當咯，呢四個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攞一個好似鳳角咁樣。我哋跳嗰陣時，我哋會拎兩支棍去敲擊㗎。咁嗰個拍子其實就同打鼓個係同一個拍子打落去。佢打一下，我哋就敲一下。但係佢就唔會一下一下咁敲嘅。佢通常會分做3拍、4拍同5拍咁樣去打嘅。咁個拍數越快，代表個進程越快咯。一張張色彩鮮豔、紋理細膩嘅英歌舞臉譜，突出角色嘅人物性格，令觀眾睇得更投入。通常咧，英歌舞嘅臉譜咧分為2類嘅。第一類咧就係傳統嘅《水滸傳》嘅臉譜啦，就另外第二類咧就係而家虛構嘅鬼，即係鬼怪啲嘅面譜，就稱即係主要都係猙獰啲啊，同埋恐怖啲嘅。傳統上邊，演員會自己化妝畫臉譜，但由於大部分隊員年紀較細，所以呢個重任就交俾洪教練或者其他較資深嘅隊員負責。以往就好傳統嘅，但係而家咧就冇特定㗎啦。咁我哋會畫多啲details 啦，同埋多啲顏色啦。咁你出到去舞台咧就會比較 sharp 啲啦。咁人哋望落去都話：哇，好靚啊咁樣。英歌舞嘅發展過程入邊，民間團體嘅角色十分關鍵。佢哋唔只係英歌舞嘅守護者，同時亦係英歌舞嘅傳承人。佢哋憑住對呢門藝術嘅熱愛同埋執着，將英歌舞一直流傳落去。有線新聞黃仲賢報導。家國天下完整版。